受到高氣壓甲西南風增強的影響，一禮拜全台灣攏會落雨，初九、初十兩天可能會落大水雨，風影嘛會變較大。往來屏東東港甲小琉球的船幫業者嘛已經宣布講，初九、初十這兩天要全面停駛，所以有真儕業者趁今仔個有船幫趕緊甲物資送去小琉球。今仔這物資哦，緊來送過安尼啦。哎呀，規工無開啊，無通食咧。早起8點外，東流線的碼頭，賣少業者趕緊甲物資款去哩船頂，有菜膩、水果，甚至是蚵仔床，攏愛趕緊運過去小琉球，再甲滿滿。受到低氣壓滯留方面影響，氣象署預報，全台灣拜二、拜三雨水落袂停，今仔方面會影響過6天，業者唔敢大意。前往小琉球的船班，業者攏決定初九、初十2天全面停駛。禮拜2、禮拜32天都是有豪大雨的產生。那海面上，我們預估應該風力都會超過5級，浪高都會在2公尺上下。我們會盡早的公布給大家，讓旅客做好心理準備。受到天氣影響，唔那東流線船班初九、初十停駛，葉流線初九、初十嘛無開，連這2日要去小琉球佚佗的旅客行程規個拍亂去，因為船班明仔載攏無開，原本要佇小琉球過暝的民眾，只好趕緊甲訂好的民宿退掉，當日來回，民眾攏足無奈。原本要載啊，結果講袂當啊。船啊無，明仔載船啊無。係啊係啊。哦，安尼感覺就掃興袂？直接北部落來。對啊。係啊，是感覺有一，啊，所以阮咧個等於高雄長大啊。好，臨時改高雄大安尼啊。對啊，啊，我明仔載無開船啊。因為我們本來預計是今天下午才回來，然後看到有停航這個消息，所以決定早點回來。他連開都沒有開，回不來。對，下午趕快回來。有做到最重要。對。受到西南風影響，屏東地區早起雨一陣一陣，規工攏有大雨特報。東流線業者會按照天氣條件，隨時調整船班。業者呼籲旅客愛注意信息，提早應變出遊行程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